来乡亲啊，唔是信用卡尔，都参悠游卡卖方偷摕去用哦。有一个香港的旅客，规划要来台湾游览，伊伫个面册铺4张悠游卡的相片，想要问网友，讲这4张真久无用咯，是毋是还会当使用？想袂到这个动作，互人看到伊的卡号咯，所以这4张的悠游卡拢互偷摕去用，甲悠游卡内底现金总领了了。 台人手摕一张悠游卡，坐车买物件拢真便利，不过就含悠游卡卖方偷用。有一个香港人找了真久无使用4张悠游卡，伫咧社工平台抛文本，伊这4张悠游卡敢规当使用，不过袂记得甲卡片号码查起来。一个到台湾要备悠游卡时，人家讲内底钱早就已经互领走。调查才发现，这4张悠游卡去一个吴姓氏登记名字申请贷款，即马卡片都已经袂当使用。 这些卡应该也不值什么钱啊，顶多也是1、2千块。我只是觉得很好奇哦，毕竟在我们香港人呢，很多人都喜欢来台湾，就是台湾最美的就是人情味。我昨天去警署报案，我也说追不追这钱，可是我也无所谓，说真话也不多啊。可是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哦。很多人买新的悠游卡的时候，不会注意到背面这灰色的号码其实就是卡号。如果你没有办理记名的话，很容易就被人盗用。您好，我要办理挂失。 原来问题拢出伫咧卡片无登记名次，若是有民众摕到卡片号码，得当直接甲卡片摕去登记名，才个挂失，偷用卡片内底现金。其实悠游卡记名真简单，有身份证含悠游卡正面、倒面的影像，得当申请记名。要办挂失，卡一通电话就使。或者是直接去转运站办理，摕身份证件出来，才当挂失领卡片内底钱。另外，亲像信用卡内底有说悠游卡功能。 嘛是无记名的卡片，同款嘛是拢海登记名次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